台北的故宫即马正在举办女性形象节艺展，选出5个朝代隆重71件作品，要让民众了解多家时代女性的才情。这是中国元朝女性书画家管道升用楷书、行书、草书3种字体写的批信，来卖单位这张批信，看到中国古代记载传统。 在信封的下面就有管道升的签名啊，就是管事道升。道升这2个字的后面刚好也盖了一个印章，叫赵管。可见在元朝的时候，那女性冠夫姓是非常平常的一个习惯了。 这边的女性形象在艺展，故宫整理出为宋朝到清朝古代女性艺术家的作品。为作品中嘛，当看出当时社会风气对女性的影响。毕竟就是女生比较少出门，所以他们画的山水或者画题材，可能就会山水题材可能比较少，外面的景比较少，可能会是闺房的或者是小景小物呢。 展览也有选出无共朝代以女性为主题的创作，表现出无共时代审美标准的差别。像700、574公分等的作品，就是来自明朝画家张英对女性的观察甲想法。里头就是描写 画家对于汉朝宫廷嫔妃的一种想象，不过因为画家本身是明代的人嘛，所以呢，在这件作品里头也传达出仇英对于明代女性的观察跟展现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展览，让民众用新世代立场角度，进一步了解古代女子的处境甲心声。同时嘛，安排系列讲座，邀请专家学者分享女性形象代表的文化意涵，期待大家用开放的心态讨论，让社会中的性别关系更加和谐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